嗱，今日咧想分享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定位。咩係戰略咧？如果做研究嗰啲人咧，就會一大堆嘅理論去分析。但我哋今日咧唔係去深入討論乜嘢係戰略，乜嘢係戰術啦。咁所以咧簡單啲去講啦，戰略就係你企喺一個有利嘅位置，可以事半功倍。甚至有時候咧，企位啱啊，乜嘢都唔使做啊，啲好事自己撲埋嚟㗎。但係如果調翻轉咧，你企錯位，就算你幾叻都好咧，技術啲講就係話你嘅戰術能力幾強都好咧，都會事倍功半。所以咧，絕對值得大家停落嚟一陣間，聽下接落嚟嘅10幾分鐘嘅視頻咧，反思一下自己嘅。好多同行咧，時不時都同我呻話好難做喎，今個月又冇糧出啦。其實我真係唔明㗎。明明香港成日標榜自己世界金融中心，做金融嘅應該好吃香㗎。而且香港人出名貪錢㗎嘛，你同佢講其他就可能唔睬你啫，講賺錢點會難做嘅啫？喂，唔係成日啲新聞都報嘅咩？咩限量波鞋啊 figure 咁樣啦，個個炒家通宵排隊，似卡哇講到叫做卡哇黐嘅都走去排隊喎。為乜啫？為轉手賺翻幾千蚊啫嘛。喂，幾千都要賺但你同佢正正經經講理財，喂，點解好似要避開你咁樣嘅？其實講真，我哋真係 feel 唔到呢個問題㗎。喂，湊客係真係辛苦，生意真係唔易做，但真係做唔切㗎。記得一樣嘢唔係啲錢執唔切啦，係做唔切啦，要做㗎。大把嘢要做，但真係唔怕會冇客㗎喎。如果真係成日話生意難做啦，諗深一層，會唔會係你做生意嘅定位出咗問題啊？我哋之前咧大學學 marketing 咧，一定要學定位 positioning 㗎。因為一間公司可唔可以喺變幻原是永恆嘅市場上生存咧，好 depend 佢有冇搞清楚自己嘅定位。例如咧，呢10幾20年咧，聽歌或者音樂嘅市場咧變化好大㗎。由早期嘅黑膠碟到 cassette， 再到 LD、CD、MD， 之後出埋專門聽歌嘅 iPod。啲歌就數碼化 MP3 之類啦，到而家都係 MP3， 不過唔使特別一部機啦，基本每部電話都可以有播放功能。有啲公司廠商咁樣啦，喺呢個歷史潮流中就被淘汰，因為定位錯咗。例如果有廠商企業嘅目標就係做到最好嘅 cassette， 投資好多錢去做研發，點樣可以提高 cassette 嘅質素？但無論佢哋做到盒 cassette 幾厲害都好咧，都冇用嘅，因為 cassette 呢樣嘢咧已經被淘汰㗎啦。但係如果你雖然而家係做緊 cassette 啫，但你公司嘅定位唔係 cassette 咁窄，而係定位一個聲音市場。形式係唔重要嘅，但由最原始嘅部落到現代嘅社會，人總需要音樂或者講以一啲聲音性嘅娛樂。你今日聽嘅音樂咧，同幾十年前流行嘅肯定唔同啦，同原始部落圍住火堆打鼓跳舞嗰啲更加唔同。但肯定嘅，人類呢種物種係需要聲音性嘅娛樂。傳播呢啲嘅聲音嘅媒體不斷嘅變化，舊嘅會俾新嘅淘汰，但呢個聲音嘅市場咧係永恆嘅。所以如果你定位唔係特定一種傳播媒介，而係整個需求市場，當 cassette 面臨被 CD 淘汰嘅時候咧，你咪改做 CD 咯，有乜所謂啫？冇違反你嘅企業宗旨喎。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關於手提電話嘅。
之前有一間好出名嘅公司 Nokia， 當年咧真係紅遍半邊天嘅，佔據超過一半嘅手提電話市場。嗰啲乜嘢咩8210啊、3270啊咁樣咧，其實我亂笠嘅，啲型號真係唔記得晒㗎啦。如果你話你自己唔知係咩嚟嘅話咧，你唔好扮後生喎。但時至今日咧，基本上消失晒㗎啦。點解咧？因為當年咧，佢哋嘅定位咧係要出最好嘅電話，收得清、收得遠，所以投入去咧 analog 嘅制式。的確如果純講話音品質嘅話咧，以當年嘅技術咧，肯定 analog 好過 digital 多多聲嘅。但 analog 咧就冇辦法 support 到其他你今日覺得好 basic 嘅 function。簡單啲講咧，Nokia 就係 target 去研發一部更好嘅通話電話，完全冇注意到 smartphone 嘅趨勢。時至今日啦，大家都知道嘅。你部電話有幾可攞嚟通話 message 睇 Facebook 睇 YouTube， 例如睇緊我呢套片啦，去旅行 Google Map， 網上銀行理財，落盤去炒股票咁樣都係同一個道理啊！如果你定位係電話嘅話咧，事實上大家越嚟越少講電話啦。但如果你定位喺一個通訊市場 ，Facebook、YouTube 股票行情。呢啲就係資訊點樣傳播到你手上嘅裝置，呢一個需求咧係唔會消失㗎，仲肯定係越嚟越爆炸添。雖然內容同埋個形式都不斷變化。點解講呢大段道理咧？我唔係想教 business 啊，係想大家諗諗自己嘅定位。如果你定位或者你被定位係一間保險公司嘅 agent。你就好似定位自己淨係做 cassette 或者淨係做電話嘅生產商，你嘅定位咧係綁定咗個產品，唔係綁定個需求。而如果係一位財富顧問咧，我哋嘅定位就係建基於喺需求上面嘅財富管理，或者直接啲任何關於錢嘅事情，點樣去處理得好啊？保存、增值、傳承等等。具體用咩方法？會係保險啊、銀行存款啊、基金啊定結構產品啊？我哋冇所謂㗎。目標為本，做得到，視乎客戶嘅諗法、客觀情況。定位係決定你可唔可以生存到，同生存得好唔好㗎。當然啦，你可能會講。唔係喎，我公司俾我個 title 都係理財顧問喎，理財經理咁樣喎，training 都有教㗎。我哋嘅計劃人壽保障又得，危疾保障又有，醫療又有，儲蓄嘅退休又得，子女教育又得，投資基金都仲得。喂，仲唔係全方位理財啊？但問心實情，你咪又只係保險公司嘅一個 sales。產品講嚟講去，咪又係保險，仲要只係代表公司去 sell 啫，唔係真係俾意見。起碼你就唔應該話俾你個客戶聽，隔離公司個計劃靚啲，叫佢走過去買啊。個客問你，喂，我想咁樣喎，咁你又話，我哋公司呢個保險計劃 fit 晒你啊，係咪？然後個客又問，喂，我仲想咁樣喎，咁你又話啦。我哋公司另外一個保險計劃可以做到喎，個客再話：喂，我其實仲有一個諗法㗎，咁樣你即刻講，放心啦，我哋公司照顧晒你一生人所有需要，生養死葬，保險都幫到你㗎。你真係當個客傻㗎？事實上咧，如果你自己個人捆綁上單一類型嘅產品，甚至係單一公司嘅產品，你 by definition 就變成咗一位 sales， 客戶要買嘢你就 sell 佢，一個買一個賣，從根本嘅利益關係上面咧係對立嘅，而客戶有權貨比三家，佢都會咧俾其他公司嘅 agent 去 sell 佢嘅，雖然唔一定會同你講啊，
如果佢拒絕你，唔一定係冇需要啊。雖然可能用呢個藉口嚟推理，唔一定係你個人嘅問題，純粹你公司嘅產品唔係最適合客戶呢一次特定嘅需求啫。客戶都會拒絕好多其他公司嘅 agent， 因為佢只會幫襯其中一間啫嘛。你就睇到啦，你好被動啊，因為你只係客戶其中一個選擇。因為產品咧，無論點設計都好咧，都冇可能適合所有人嘅需求。如果勉強要討好所有人咧，就通常會變成兩邊不討好，仲衰嘅。所以咧，喺前線，如果你遇到嘅客戶需求啱啱中咗你公司產品嘅設計咧，你咪做得成生意咯。但從或然率去睇咧，中其他公司產品設計嘅機會咧，應該仲大嘅。所以你咪成日話生意好難做咯。所以咧，保險公司就發明咗一樣嘢出嚟，叫 emotional selling。咩嚟啊？直接啲講啊，就係情緒勒索。產品有機會啱，有機會唔啱。但就算唔啱咧，你都應該要買我哋公司嘅產品喎。履行比率好差，呢啲嘢唔重要嘅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聆聽你嘅需求啊嘛，因為我哋成日幫人啊嘛。之前幫你咁多又陪你個仔揾學校，又幫你排隊買飛，你唔係唔幫襯啊嘛？產品嘅嘢好死嘅啫，唔重要嘅，最緊要咩啊？我幫到你啊嘛！喂，你幾時見過律師會咁樣靠幫人去揾生意㗎？3年前我幫你打一單謀殺官司，你今日買樓唔係唔揾我啊？雖然刑事律師同埋樓契律師咧，應該都唔會同一個人嚟嘅。喂，但呢啲就係專業同唔專業嘅分別啊嘛。有牌照叫得專業嘅，係因為有嗰方面嘅專業知識，幫到客戶解決有關方面嘅問題。具體啲講啦，係財富管理就係點樣幫到客戶去管理財富、保存同埋增值、賺到錢，同時控制到嘅風險啊嘛。大家問心嗰句啊，香港社會普遍對保險 agent 嘅態度係點啊？你打俾朋友話你最近加入咗某某保險公司喎，不如約出嚟食飯啦。你朋友會點反應啊？呢個咪翻最初嘅問題咯。喂，明明香港人就出名貪錢嘅，喂，有錢揾點會冇興趣啫？喂，啲騙徒明明呃人都大把人落搭啦。喂，點解保險咁正嘅產品你會 sell 得咁辛苦啊？因為你定位錯咗咯。你定位係一個產品嘅 sales 硬推單一保險公司嘅產品，唔係去教人點樣理財，點樣去賺錢啊！仲衰嘅就係學埋乜嘢聆聽幫人呢啲，唔走去加強自己嘅專業能力，搞埋啲情緒勒索。咁所以咪難做咯。但係如果你唔係定位喺賣產品上面，唔係 cassette，唔係電話，係定位喺需求上面，財富市場，關於錢嘅問題點樣去管理得好，點樣避免不必要嘅風險，最重要點樣錢揾錢。咁樣咧，你個格局係唔同晒㗎。第一，你再唔係賣嘢嘅 sales，起碼唔係賣產品，係賣 solution， 一個可以幫到客戶賺錢嘅 solution。好似一開始咁講香港人咁中意錢。喂，如果喺外國有啲文化咧，除咗講錢之外，仲要講好多其他嘢嘅，就真係唔敢講啦。喺香港真係幫到人錢揾錢嘅，點會冇生意做啫？我哋做真正嘅財富顧問咧，唔再係同一個客戶買同賣，唔再係對立，
我哋成日有一句心法咧，就係我哋係陪客戶一齊去買嘢嘅，因為咧我哋係賣 solution， 大目標係賺錢，但具體用乜嘢工具啊？就算係保險都好，邊間保險公司嘅產品咧冇所謂㗎，客戶做咩我哋都佣金照賺嘅啫。嗱，保險就固然啦，投資私人銀行、信託、移民顧問、開公司順便做埋 MPF 佢，買樓之後做按揭，整體一個身份規劃，客戶有需要嘅我哋都幫到手。嗱，當然啦，唔係話自己有得做就可以嘅，真係揾到你做嘅時候咧，你真係要識做啊！所以做財富顧問咧，有客要湊就當然要 serve 啦，但冇嘢做嘅時候咧，都要不斷睇資料、學新嘢、研究產品。嗱，就好似做律師咁，有 case 你就打啦，冇 case 咪揾啲案例嚟研究下咯。啊，唔係下下臨急抱佛腳噶嘛。嗱，如果係 sales 嘅話咧，識自己公司嚟嚟去去嗰兩個產品咪得咯。隔離公司成個市場客戶有乜嘢其他選擇，你冇認識嘅，啊，所以客戶咪唔會問你意見咯。你 sell 就 sell， 個客 buy 唔 buy， 咪個客自己諗咯。嗱，所以點解我哋咧唔會陪個客個仔去揾學校啊？點解唔會幫個客排隊買飛？點解唔會陪個客去銀行入數？點解唔會陪個客去睇醫生？一嚟有選專業形象啦，妹仔咩？二嚟真心嘅，邊有時間啫？生意多到做唔切，新嘢多到學唔切啊！嗱，我自己嘅經驗啦，啲客呢個就忽然打嚟問你，喂，有筆定期下個月到期喎，利息越嚟越低，有乜嘢好介紹啊？咁樣嗰個就問你，喂，樓市點睇啊？因為啱啱個租客走咗，諗緊繼續放租啊，定索性賣鬼咗佢？如果賣咗，攞翻幾百萬翻嚟，有咩好路數先咁啊？嗱，仲未計啊！本身咧有啲客做緊 FCN 啊、Sharpfin 之類啦，成日要 renew 嘅。嗱，當然每一次 renew 就代表我哋有佣收啦。你又要睇住個市，又要去問報價。多嘢做到咧，你仲得閒去講乜嘢聆聽啊、幫人咁樣啊？更加唔好話嗰啲咩上台攞咩 R 啊、咩 T 啊嗰啲獎啊！喂，出糧攞張支票啊，唔實際過你上台攞嚿膠咩？小朋友啊，所以定位啊，決定你嘅格局啊。你格局唔夠，客戶尤其大客戶啊，咪唔敢揾你咯，你咪做得辛苦咯。嗱，所以咧，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嘅定位問題。之後嘅片咧，我哋可以再深入啲去探討。從行業嘅統計咧，你可以睇到定位唔同咧，可以帶嚟幾大嘅生意分別嘅。講就可能呃到你啊嘛，但數據一定係真嘅。同埋咧，我哋會研究一下點解成功你就要入精英班。最重要，真實財富顧問點樣作為一門專業去執業嘅。下期就會同大家更深入去探討啦。最後咧，如果你中意我哋影片咧，記得 subscribe， 之後有新片咧，系統就會通知你。亦都要記得 like 同 share 分享俾朋友。如果對本片嘅內容有意見或者希望查詢咧，記得喺以下留言。